本军将士这么热闹，怎么能少了我呢？这样就认不出来我喽？天帝大人，我水灵灵的侄媳妇出阁了没？大胆！妖君洪若，此等仙界盛世，怎许你来捣乱？东海龙王有所不知，洪若妖君是我们凤凰多年的挚友，是特意来送祝福的。给你的信，3日前便已送出了。你这几日做什么去了？路过敖灵龙王治下的海界，发现几只九头蛇在作乱，一时手痒，就忍不住砍了。东海龙王，我瞅你治的也不怎么平安呀。他竟敢当面顶撞呀，还是这般不肯吃亏。今日是凤影那丫头降生的日子，你别忘了，当年咱们在静幽山，你收我一局时曾经答应过我，在凤族里任意挑选一个侄媳妇儿。你看，今日我连定亲礼都带来了。你就算拿整个狐族与我为聘，我都嫌轻。今天拿个9头蛇的内丹就想糊弄我，不怕我掀了你整个狐狸窝？这只是见面礼。等凤影成年，我自会拿聘礼来提亲。你堂堂天帝，可不许耍赖啊！陛下，这万万不可呀！火凤是凤族王者，怎可许配妖族为妾呀？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不可呀！妖仙怎么能通春呢？谁说我要娶你们仙族女子了？早知道你过来是这个目的，我才不跟你来。红爷爷，你少自作主张。别说我现在不想定亲，便是想定，妖族里成千上万的女子，岂不是比捧仙族的臭脚强？红爷，不得无礼。这妖精倒是脾气冲得很，难道是和我们仙界有仇？你这侄子性子倒和你一般无二。小子，你若不想成婚，也莫要辜负了你姑姑的一片好意。须知言多招悔。你走不走？真是无理，真是太大力说了。红爷，红爷，来都来了，就算不谈亲事，仙界不乏法力超人的有为仙君，若能在这儿结交几个好友，切磋法术也不枉此行啊。浪费时间。你没事吧？多谢。小师叔，小师叔，小师叔，这就是你说的法力超然的仙族仙君，跟我切磋得着吗？红爷，不得无礼。你哪位啊？什么切磋啊？用你管？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你方才甩出去的人是谁吗？这位可是大泽山东华上君的高徒，有本事的话，跟他比试比试。不必。什么比试？我就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切磋的。你走不走？你若还想留下来攀附仙族，我自己走。红叶，哎，你别走啊！伤了大泽山的高徒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哟，
林峰大少什么时候那么为我说话了？我对刚才那位妖君还有话想说。若是林峰大少能助我追上那位妖君，这2日的文仙酿，不禁双手奉上。当真？嗯。既然林峰大少会这沾云诀，我就纳闷了，这脚底下贴着个腾云符，有何用？你耍我！方才烧我仙车的人是你吗？是我。好了好了，阿季，陛下还在上面看着，你不怕闹笑话？好了，各位都入席吧。这个仙君是？孔雀王华墨，公主华书到。华墨邪女华书，见过天帝陛下。孔雀王不必多礼。多年不见，你们家这个伶俐丫头越发的光彩照人了。谢陛下。快请坐吧。师兄，这仙界的女君都这么漂亮吗？这满屋子的女仙君，竟比不上华叔的一根手指头。后悔跟碧云定亲了吧？华叔是挺美的，但万一刚出生的小火凤艳压四方，你岂不是又得退一次婚了？是得好好考量一下。孔雀也不过是2流仙门，却总是仙比天高。你瞧瞧他，把孔雀玉带戴在头上炫耀，殊不知凤族有一个传承真神的火黄玉，那才叫尊贵。等火黄玉一出，孔雀玉带还不黯然失色了。正如小火凤一出来，谁还注意到他呢？诸位，请。